葉劉淑儀議員。首先，我多謝張國鈞議員提出今日嘅議案，亦都係感謝葉建源議員提出嘅修訂案。頭先聽佢發言呢，我係好感興趣，佢提出一啲教授中史面對嘅具體嘅操作問題，我係認同嘅。我亦都聽到同樣嘅聲音嘅，係課時不足教師嘅質素唔夠高，教法同埋嗰個課程嘅編排嘅問題嘅咁我個人呢，就係素來都係極力係向政府提倡呢係重視國史嘅教育，無論係初中呢或者高中都應該獨立成科。我多年嚟都係咁樣鼓吹嘅，可惜多年嚟呢，我都係一個孤獨嘅推銷員。記得喺2009年呢，嗰陣時候嘅風采中學校長呢，何漢權先生已經去立法會申訴部呢，係提出呢修讀國史嘅學生越嚟越少呢個嚴重嘅問題。其實呢個修讀嘅學生越嚟越少呢，係會亦導致一個惡性循環嘅。譬如頭先葉建源議員話揾唔到師生專科專教即係要兼埋第啲科嚟教。咁其實你越少學生讀大學咪越少人入去讀咯。好多大學都冇譬如我母校港大，以前 history 好大嘅 department 嘅，而家因為政府唔重視人文科目嘅教育，呢啲嘅人文科目部門都縮細咗啦。可能啲想讀大學嘅人見到中學都冇乜人讀中史讀中文啦，咁我讀嚟做乜呢？咁變咗個惡性循環啦。特別係政府提倡咗係通識嘅必修科，政府有咁嘅政策，咁個個入去讀通識咯。啲大學提供啲新嘅通識課程咧，呢個係同政府嘅政策有關嘅。記得2009年咧，何漢權校長咧就係嚟立法會申訴部點名要求見譚耀宗議員、黃毓民議員同埋我係面陳佢對中史教育嘅意見，但可惜當時咧係冇乜人感興趣，反為咧黃毓民議員都幾感興趣嘅，因為佢係個讀中文嘅基礎唔錯嘅人嘅。咁見完之後呢，真係議會內外都冇乜嘢聲音係支持中史，無論初中或者高中都係必修科。而見完之後呢，我就寫咗4封信，主席，我寫咗4封信成萬字俾孫明揚提出呢係反對佢個教育局嘅課程官員呢係輕視讀歷史同埋讀中文典籍。結果咧都係石沉大海。時至今日，至到孫明揚局長離職咧，佢未正式答過我。第日呢啲信我冚唪唥上網嘅，我個墨寶喺政府社會都未有人提倡話要讀過中史，我已經係幾年前已經講㗎啦一來係因為我個人好喜歡讀史，二來咧亦都因為我覺得咧係研習國史咧，對於促進年輕人對國家嘅了解，以及咧係加強國民身份嘅認同咧，係非常重要。我覺得一個國家咧，一個政府咧，鼓勵佢嘅年輕人加強國民身份認同，亦都唔可以講話係政治化或者係干擾專業嘅教育自主。因為我留意到美國譬如美國嘅智庫主席有個係共和黨嘅智庫呢個叫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佢有位成員可能會加入特朗普嘅內閣添佢哋就係喺美國嚟講咧，佢哋唔講 national education， 佢哋講 civic education， 佢哋重視公民教育嘅。其實公民教育即係我哋講嘅國民教育，而公民教育嘅課程咧就係讀美國嘅歷史，同埋咧 US government 美國嘅憲法、美國嘅政府、美國嘅制度，美國人係非常引以為傲嘅。呢個智庫 AEI 咧就做咗個研究咧，係認為美國嘅中學對於鼓勵公民教育，即係我哋講嘅國民教育咧係不足嘅。咁另外咧，我亦都係研究過，譬如話你睇下美國呢個超級大國同我哋國家一樣我哋國家都越嚟越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噶啦。你睇美國人對讀國史嘅睇法係點咧？主席，如果你有細佬哥，你嘅千金，如果第日要去美國讀書嘅話咧你留意下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呢個首屈一指嘅公立大學，同埋加州嘅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s 加州嘅州立大學，
佢哋嘅入學要求一定要美試係必修，考過美試 SAT 或者 AP 嘅先至收嘅。由此可見呢，一個國家對於佢嘅年輕人，佢個國民啊，認識歷史、認識憲法、認識佢哋嘅制度、政府係幾重要呢？係嘛？咁當然我亦都同意教育局嘅講法，同埋咧係葉建源議員都提出啦。政府時時話我從來都冇話歷史要必修㗎，係啊，但因為你有咗個通識必修科啊嘛，咁啊嗰4科而家啲學生係咪4+2？初時你推出新高中學制都4+3，而家變咗4+2，咁咪越嚟越少人讀中史咯。此外，我嘅修訂咧就提倡要研習典籍同埋中國文學，因為了解我哋嘅國家嘅典籍同埋文學文化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唔了解典籍咧，第一咧，你好多成語咩叫守株待兔啊，咩叫塞翁失馬，你都唔知嘅。第二咧，你會寫錯好多錯字啊，錯字連天。第三咧，你完全唔識得欣賞我哋中華民族博大精深嘅文化。我相信咧，係教育局都知道咧，係自從係新高中學制啦，推行新高中學制，又將讀中文咧變咗係教外語咁樣，只需要學聽寫講讀，咁啊廢除咗07年開始廢除讀範文啦。咁之後咧就發覺嗰啲學生唔淨止係對我哋嘅經史子集啊、唐詩宋詞啊，完全唔識欣賞中文嗰個水平咧大跌嘅。最令我震驚咧，就竟然2008年嘅考評局嘅吳局長，當時唔知你仲係咪喺考評局啦？如果係，你都要問責嚇。當時考評局嘅中學會考中文試卷竟然考潮語喎，當時報章都有報導㗎，竟然考啲説話係見鬼勿 O 嘴，潛水怕屈機喎嚇，竟然將我哋嘅中文係拉到咁低嘅水平，我留意到啊嚇。而當時嘅傳媒都批評考評局冇理由考啲咁嘅潮語啊，令啲考生同佢家長都 O 晒嘴啊！甚至咧之後因為面對批評咧，考評局就冇再考呢啲潮語啦。但係我哋留意下考評局咧，以後每年對於中文嗰個科成績嘅報告都有啲即係慘不忍睹嘅例子嘅。例如考評局嘅報告指出咧，中文科嘅考生有人將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咧寫錯做馬有失蹄焉知非福嚇，將老人家氣色好嘅4字咧學發童顏咧嚟形容少年學發童顏，將周星馳喺電影《少年足球》嘅經典對白冇夢想同鹹魚冇分別咧就寫咗入文章度，當係有修辭有修飾會加分。因為你哋嗰個比分制度係咁啊，平鋪直述咧就真係低啲，又修辭又加分，引述經典咧又再加啲分，啲補習社都係朝呢個方法去幫啲學生操題嘅。常用嘅古語咧，亦都有學生咧話：少年岳飛醉生夢死，長大就矢志報國。又將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寫錯就叫做馬遷啊，將宋代詞人蘇軾寫錯做蘇車軾啊，更加將表揚偉大母愛嘅孟母三遷呢位孟母咧當咗佢做怪獸家長啊！咁如此嘅例子咧，就不可勝數。我相信教育局自己咧都午夜夢回咧，都係唔好意思啦。咁所以咧喺舊年咧就恢復教翻12篇範文，咁實在非常可惜。主席、代理主席，雖然我係番書女啊，我係讀英國人教會學校出身啊嚇。但係當時我哋嘅英國老師咧就非常重視中文教育嘅，所以我4書5經都讀過下，可以丟喺書包。咁所以我認為咧，要促進我哋嘅年輕人了解國家、欣賞我哋偉大嘅文化，促進國民身份認同，並且提升佢中文嘅寫作能力、書寫能力啊，甚至表達能力啊，要研習國史同埋研習係中國經典咧係不可或缺嘅。我希望教育局喺呢方面做多啲功夫。我亦都認同葉建源議員咧提出嗰啲實際嘅問題。其實你教中史咧根本就課時不足，你初中教都唔夠嘅，你冇可能由西漢到現代史3年教晒。實在你高中咧亦都係要係必修同埋增加課時，並且俾個過渡期，等嗰20幾個%
綜合教嘅學校咧都可以適應將來中史成為一個必讀嘅專科。